謝遵禮節園文化中心公告2026丙午12生肖第10個生肖雞。要數今年最強嘅12生肖，頂頂好運嘅一位，竟然唔係2027要迎接挑戰嘅生肖們，而係一位冇關事、無啦啦超好運嘅生肖雞。我開始好為佢擔心，今年咁好運，究竟出年要迎嚟一個乜嘢嘅運勢呢？算啦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壽來明日憂咯。吉星有女貴人星太陰、通用貴人星天月同埋正桃花星紅鸞，呢3粒星竟然仲可以互相合體嚟加強嘅，太厲害啦啩！正義聯盟嘅陣營咁強勁，但那邊廂嘅敵人就只有2位不涉血光、不涉家人嘅官司星貫索同埋情緒星勾神，咁仲算係凶星咩？偷笑啦！事業肖雞姐今年嘅吉星強到冇朋友，工作上面又有貴人又有人緣，幾乎無敵。太陰女貴人，咁但凡從事女性服務同埋銷售女性產品嘅工作均有利。肖雞姐同女同事、女上司、女客戶亦都交際順利，而肖雞女亦都比肖雞男更加有運。呢個吉星喺晚上嘅力量比日間更強，而天月貴人星就冇咁偏心啦，人人有份，有升官進財嘅運勢。而太陰相遇天月合體嘅話，肖雞姐有機會同異性創業，經濟能力許可而又熟門路嘅話，不妨一試啦。凶星貫索代表面對能夠入罪嘅官司，輕則就俾人抄下牌或者被罰冇扣安全帶咯，重則就自己諗啦。總之呢啲係小心就能夠避免到嘅。咁合約文件嗰啲就再三複檢下啦。財運吉星強勁，正財偏財冇問題啦。天月係粒小財星，唔知係橫財定係正經投資得財噶，唔好大額賭博就得啦。上面唔係提醒過可以同異性創業嘅咩？要揀啲合理同埋熟路嘅，唔好明明係電腦白痴就走去投資啲咩 AI 啊 App 啊咁自尋死路。今年呢要留啲錢，其一係唔知出年係個咩光景。要居安思危啦。其二就係紅鸞星在位，一定有喜事發生嘅，唔單單係限於結婚嘅，所以留啲錢嚟辦喜事係應當嘅。而太陰合體紅鸞，肖雞男得到愛情或者婚姻嘅能力更加強，而肖雞女啱啱今年生嘅話，容易有千金，留啲錢今年使都啱嘅。不過生孩子呢啲順其自然啦，唔好刻意強求啊。愛情今年肖雞姐嘅人緣無敵，對人友善啲，相得益彰。如果肖雞姐待人唔友善，推走貴人之餘，又白白浪費咗好難遇上嘅正桃花星，咁就太可惜啦。上面財運略略提過紅鸞嘅威力，不過紅鸞過於多情，對單身人士或者喪偶嗰啲想揾伴侶嘅好有利啦。因為紅鸞屬於愛情開始星，對開展新戀情特別有力量。已婚人士就唔好用錯門路啦，避免出現難捨難離嘅婚外情，用嚟結識正正經經嘅朋友或者合作夥伴就啱啦。此外，凶星勾神
係一粒婚姻麻煩之星。可惜遇上強大嘅紅鸞。如果自己本來係守規矩嘅，就唔受影響啦。而且太陰都能夠制空，更加唔怕受影響啦。健康，今年嗰啲雜碎空星，唯一要提點嘅就係嗰個勾神，會影響肖雞者嘅神志，容易失眠或者多愁善感咯。瞓之前唔好玩手機，同埋爭取時間休息就得啦。唔係講咗吉星能夠制空嘅咩？今年人緣啊，如魚得水，只要唔做責人，當外出交際啊，就 happy 死啦。都係嗰句，注意衛生咯，冇咩提點噶啦。真係小貼士，肖雞者今年受到勾神影響，易受神經衰弱困擾，而喺家中或者辦公室嘅東北方放一個文昌塔，有助頭腦清醒。